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市第3届的购物节，10月7日要正式来开始。为着要来抢500元的相机，只要到台中消费满500块，就会当来抽奖。上小奖是现金5000块，若上大奖是一栋超过1000万的厝。另外，台中第5市场嘛有袂少的摊贩，拢来推出着优待，就是要来抢500元的人客。 全台最大购物节开跑喽！台中市长罗秀燕甲营养卫用趣味方式宣传台中，邀请大家来参加购物节。第3届台中购物节伫10月7日开始，要抢购500元的消费人潮，全台民众去台中消费满500块就会使留现金。上大奖是一间有车位价值几千万的厝。 台中市政府强调讲，这摆购物节准备3亿5000万，一礼拜抽10万块，每个月抽100万。若是到合作的店面去消费，无论消费金额有偌济，加升3倍，增加抽奖的几率。我们没有券，我们也没有店，我们是全现金发放。那最大奖当然就是房子啊。 上大的奖是一间厝，希望讲民众去台中佚佗抢500元的相机，啊，毋若市政府抢相机尔，连市场嘛咧撒500元的优待。 红布条啊写甲真大字，用500元消费，不管是纸本还是数位的，拢差不多会使拍8件。头家希望用500元来带动市场的消费。那以咱的物件，以往甲天妇罗是差不多8.2折左右啦。毋那伊即档其他海产肉类摊贩，共款各种的优待。拿件可能就是打9折。类似说这个100，这个是180，然后呢这个买30啊，那就拿个200就好了。 无论摊商还是市政府有撒各种的优待，就是要抢攻乡亲手中的500元，嘛希望讲会使带动因为疫情影响下无好的经济。